今日咧我哋就嚟睇下呢部 Apple 靜靜雞啱新推出嘅呢部2025年版本 M5 iPad Pro 啊！今日咧除咗睇呢部新機之外咧，旁邊咧我亦都攞埋呢一部舊版本嘅 M1 版 iPad Pro 咧，想做一個比較嘅。相信當日買咗 M1 iPad Pro 嘅你咧，過咗5年之後咧，應該都差唔多時間考慮換機噶啦。因為咧而家新嘅 iPadOS 咧又多咗好多新嘅好勁嘅 App 出咗嚟啦 ，M1 嘅晶片咧開始跟唔上啦，搞咗4、5年咧都差唔多係一個好嘅時間咧去換機啦。換新機咧當然都希望部新機咧所有嘢咧都有升級啦，尤其是咧就係希望咧嗰個效能咧係更上一層樓嘅。適逢咧呢部新嘅 M5 iPad Pro 啱推出啦，到底咧仲用緊 M1 iPad Pro 嘅你咧，應唔應該升級呢部新機咧？今日呢條片咧就會同大家咧探討一下呢樣嘢，一齊嚟睇下呢部新嘅2025年版本 M5 iPad Pro 咧喺呢5年裏邊進步咗幾多？我哋即刻去片。